歡迎你。你已經成功進入咗偉大嘅歷史學家杜利安博士 Vector Sigma 嘅資料庫。我哋就係博派能量火種嘅保衛者。我哋同狂派嘅戰爭已經超越宇宙無數個世紀。而家狂派開始展開佢哋侵略地球嘅行動，所以我哋博派就同人類精英組成 NEST 全球聯盟，維持地球嘅安全。大黃蜂，你聽唔聽到？係狂派。你負責鎖好所有重要嘅資料庫，我就去睇下外邊嘅環境。鐵皮，你翻嚟啦！冇用嘅小蜜蜂，淨係識得用。火派居然派隻卒仔嚟看守 NEST 指揮部，後悔都嚟唔切啦！我有冇講錯啊？柯柏文，你唔好睇笑我啊，陰波！鐵皮，我今日一定會踩到你變廢鐵。雷震，其實我都希望出到嚟會見到你。人類點叫啊？係啦，生死決鬥！火派真係蠢啊！聲音就係我嘅武器，無論你對我開咩槍都好，我會吸收咗你嘅槍聲，然後再轉化為音波能量嚟反擊你。一次一槍啊！不如試下1分鐘1萬槍嚟。弊啦，太多音波，吸唔切啊！音波，問你而家怕未？雷震，你咁快就投降啦？我已經將呢度成個森林包圍咗啦，所以匿埋都冇用，出嚟啦！我就睇下你哋博派冇咗個頭有幾靚。鐵皮，大黃蜂，好好保護 NEST 指揮部，樣樣嘢都要睇緊啲，靠晒你啦！因為我要出去同雷震硬拼。